如果你見到啲白浪咧，亦都代表住咧佢哋破水嘅能力非常之厲害啊！但係暫時咧我都未能夠見到邊一隊係領先當中，因為佢哋嘅實力非常之近啊！見到咧係中間位置咧有綠色衫。西區龍體育會啦，另外西區龍體育會第7線荃灣葵青漁民會，第8線柏力龍舟隊，第9線威信防水工程。嗱，現場咧已經聽到咧大家嘅尖叫聲啊，亦都望到啦，仲未分到邊一隊咧係第1位置。而家見到咧係有4隊啊，有4隊5隊係平排啊，包括咧有第8線路嘅威信防水工程，仲有第6線嘅荃灣葵青漁民會、西區龍體育會、演美工程同領會都係叮當碼頭。進入最後嘅100米，現場嘅觀眾朋友係時候要大聲幫佢打氣啦！鼓聲亦都見到係雷打緊個雷鼓啊，亦都準備加速。而家見到咧第7線彈咗出嚟，佢哋係荃灣葵青漁民會，緊隨其後第6線爆先上緊嚟啊！佢哋係西區龍體育會，究竟邊一隊攞到決賽嘅冠軍？